跳跟住個號碼走，一球一球慢慢灌進，會唔會咁自動惡衝？今晚開咯，今晚開咯，希望全部放喺呢一手，一個真係終有次夠，生活終於可以鬆一口。朋友話我太過沉迷，我只係想有個機會，日頭返工做到好攰，夜晚先敢發下夢俾自己。拜過財神，拜過土地，靠佢今年睇我一次，唔係上一波登天，只係想冇咁多壓力。睇新聞成日有人中，笑到好似發緊光，嗰種表情我記咗好耐，因為我都想試下一次咁樣。如果今晚啲號碼真係啱晒，可能我以後唔使再咁賣，唔係貪心，只係想轉下命，要報面運真係會派對，今次可唔可以到我命？